头啊，我呢？啊！banana， 哦，当耶 monkey， 哦，没有头，啊哈，嘿，耶 monkey， 耶。哇，所以刚才看到的是阿秋都改表演，非常介有意思。今日分享给你今日介录一遍，其实阿秋都改本音刘眼天分享。大家好，我是街头艺人小丑燕燕，耶嘿！真的很开心哎！你刚刚那个也嘿是小丑会发出的声音，还是燕燕会发出的声音？燕燕会发出的声音，因为我叫燕燕嘛，所以说我比一个叶就是耶嘿。哦，是这样子。对。好，所以这个就是该下款头的小猴子，对不对？对，没有错。好，所以就是你的装扮都已经没了，但小猴子还是存在。没错。对，你可以把小猴子放在这个你前面的这个桌子这边，让它陪伴你一个下午这样子。好可爱，傅松凯，等一下，可以吗？可以，没事，没有问题，马上好。好，今其实东方仪走在绕墙头，你个阿秋都改本音吼，燕燕都都你改节目现充。所以刚才看到的，刚才孔都改表演是整体装哦，可以一在阿秋都改装扮。不过现在看到的燕燕是已经完全卸妆嘞。对，所以你刚刚是自己上妆。对，是。你上妆要多久时间？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哇，这么久？对，是。OK， 那你刚刚卸妆多久3分钟。很快，很快，所以你等下可能看到你的本人就是卸妆完毕之后，对不对？好哦，大家有看到阿秋豆，对不对？大家看到阿秋豆该英雄黑马盖。一般我们看到小丑的印象就是像我就会在马戏团看到，对，然后或者是当然到了后期我们会看到蛮多像小丑可能会去做一些，比如在医院里面啊变小丑医生啊等等的，或者是像你刚刚说我是街头艺人，对，就会在街头看到表演，对吧？好，其他凯提峰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小丑的表演？其实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现在很流行的手创市集啊，像一些露营活动或小朋友的生日派对，都可以看到小丑表演。是因为俩孩你算浪天啦，所以我们看到小丑化妆或是什么也不会觉得很热或怎么样。所以其实有时候小丑的妆容整个这样画起来，画很久时间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嘛。其实我蛮享受这个化妆的过程，那当然在中间等待的时候，当然会有一些妆容在脸上会觉得不舒服，但是我在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是很享受的。是，你是说当小丑的那个当下，对不对？你是很享受的。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当我在做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好像躲在他的后面，然后我去观察每个小朋友他们给我的反应，对，然后对是。好像戴了一个小丑的面具，对不对？我的意思说，跟燕燕本人真的来说的话，所以小丑你就会觉得你的角色就是小丑，所以你就不是燕燕了，所以你不是谁阿秋豆这种感觉，对不对？好，我觉得又贴豆感目的想要让台高的副影我先问一下，你刚刚那个衣服很可爱耶，跟我一般看到小丑的衣服不太一样，所以那是你自己特别定做的，对，特别走改，对，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所以那是你设计的吗？其实刚开始一定对，因为不是念本科系的嘛，所以说一定会对这些部分没有那么的了解，所以说这个时候可以先去上网去搜寻一些图片，然后其实自己我还有去国外有比赛过，然后那个时候有看到很多人不一样的服装，然后可以先拿他们做范本，然后再去跟我的服装设计师去做讨论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一些各种不一样的想法。可能你要做蓬蓬裤啊，或 A 字裤啊，或者是你的宽摆要多大，他会帮你做量身定做。哇，那你自从从事小丑这个工作，或者喜欢做小丑这个工作，到现在你拥有多少套衣服？现在加起来，目前有在穿的有3套。然后对，但是总共没在穿的是因为我变胖了，对。
我变胖，是的，没错。就是小丑燕燕扁胚嘞，所以上不中了，好可爱。谢谢。还有3套在穿就对了。好，其实袂歹用嘅问，仲咪大家袂想讲，你仲咪问，记得做上不做到，嘛个兴趣，都带系几台量的。其实为什么会问这么多跟小丑衣服有关的哈？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其实小丑的衣服除了就是你自己喜欢之外，它也代表了你对于这个小丑给他的一个人设。我们大概在看戏、看改时节，然后看剧本的时候会有个人物设定，所以你也会对燕燕这个就是小丑。你的小丑的名字是？我小丑的名字就叫小丑燕燕。好，小丑燕燕。所以那请问一下，小丑燕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设？我其实不是你本人是小丑燕燕，所以你可以本你可以小丑燕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设？对，是。我给小丑燕燕的人设的时候，我是用我内心最直觉的感想去把它给发展出来的。就像是小丑燕燕，他是一个13岁的大男孩，他永远长不大，然后他很喜欢小兔子，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的脸上有2只小兔子，他的眼睛上面，然后他的脚长长的，喜欢蹦蹦跳跳的，像一只小猴子一样，会叽叽叫。然后他很喜欢小朋友，然后住在动物园里面。像类似这样的人设。那他的脚很长，也是因为你很高吧？刚好还有额头高了点。对。为什么是小兔子？我一直都很喜欢小兔子，所以说我想要把小兔子想要展现在我的小丑人设里面。对。所以不是狗狗，也不是猫咪，是小兔子。其实都很喜欢。对。但是我想要把它展现在就是小兔子的部分。为什么是住在动物园？因为我在折气球的时候，其实我很喜欢折一些动物的造型，它比较广义，然后让大部分的人都比较喜欢，比较不会有一个局限的一个角色里面。那请问一下，小丑燕燕住在动物园的时候有没有很开心？有啊，开心。13岁，对，就大概快要接近青少年。没错，准备要升国中了吧？对，升国一，我们都动语为什么？这样子的人设跟你的表演会不会是非常紧密连接的？因为这会呈现出你表演出的内容，对不对？是。那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小朋友都比较早熟了？有。所以小丑燕燕会不会随着现在时代的变迁也有一些改变？会啊，就是其实每一次去做演出的时候，我都会问小朋友，现在你在听什么，或者是你现在都在看什么？对，然后要随时要去跟进。对啊，他们现在都在看智慧型手机啊，黑猫、什么，而且现在就是这么的抖音啊，有没有台看？哇，这个影像刺激很激烈，对不对？所以跟以前的西屯某买恐龙呢，我看做买门都按 U， 所以这也会跟他的衣服设计有关。填充运送嗨也刚好你走了的刚才穿来的鞋子，对不对？费松改等一下，等下送嗨也是你定做的，对吧？对。这双鞋子看起来是真皮的。对，这个是真皮的鞋子。所以几多钱？多少钱？差不多台币2万5左右。哇，是在台湾做的吗？没有，是在美国做的。那台湾有这样的鞋子可以定制吗？目前台湾没有师傅在做，但是在东南亚有做。但是在美国做的这个师傅他退休了。那怎么办？就找别人做就可以了。我目前有收集了4双，所以说这是其中1双。耶，所以感觉很珍贵哈。对，它可以穿很久。好，你看，等下送还有250,000 K，这边还有个帽子，帽子好便宜，帽子就便宜多了，对吧？对。大概2-3千块就应该可以买得到。哇，好棒哦！你看李老师走去了解，其实小丑的表演，那台大熊也是按简单停停，其实跟一个个性有关，也会影响到表演。小丑会讲话吗？其实每个人的小丑的角色都是由他自己去自定义的。那你也可以选择不讲话，你也可以只单纯以戏剧呈现来为主。然后像我的话，因为我以前我在看魔术师表演的时候，其实我都会有一种距离感。所以说，我会希望我在表演的时候，我可以跟小朋友有可以拉近距离。所以说我有的时候我会讲一些像客家话，或者是台语。会吗？例如你会讲嘛？哈干嘛？比如你表演改世界会讲嘛？改例如，就太嘎后，就这样。对，这就可以过了。我可以教你一句。是。其实给哈干，你拿过几些好烧工？你知道吃饱了没怎么讲？是饱。如果是海陆腔回流 Q 还是饱吗？是饱吗？是饱吗？对，是饱吗？对，我觉得这就是客家人跟人家问候，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刚因赌台尬都都台尬时间不会讲，你好，台尬会讲你吃饱吗？你知道客家人从早到晚见到人家都问你吃饱了没，12点也问，2点没问，3点没问，5点没问，可能吃饱吗？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除了台尬后。
泰卡后是四线腔，还有海陆腔，回流 Q 就是细胞芒。细胞芒。对，很好。今天哈嘎小教室对阿球都多学了一句课，有觉得很棒吧？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一下，那你表演的时候，如果你是在小丑燕在表演，然后我跟你讲话，你会回我吗？会啊，会。我就会说我什么什么的，然后你就会说好啊，什么，你就会跟我互动这样。会。所以你看阿球都在台下上来不恐龙，因为以前小丑对我来说是很有距离感的。其实还有动到小丑燕燕改故事吼，用您走阿球都改你聊下，等下常在讲。非常欢迎你今天改啊，去到小丑燕燕哇，很开心小丑燕燕来到这边。我觉得小丑让人家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上了妆之后就是难为感应另外一个人，然后卸完妆之后就好像哦是你是不是？然后上了妆之后，我先讲我的感觉，就是小丑对我来说是有距离感的，因为你就觉得，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你对话，但现在可以对话是另外一件事情。然后再来就是，他上了妆之后，如果可以跟你对话，你就会觉得他是小丑，所以你就会很大胆。如果是我就会很放肆，应该是完全动又挡了，我就会跟他做一些我可能跟你本人做的互动会不一样。可等到你妆卸掉之后，我就会跟你讲话，我就要毕恭毕敬的那种感觉，我就不敢老鸡。勤财拱小扣，不敢随便跟你开玩笑。我相信你也是。对，要不要好好分享一下你妆前跟妆后的一些心声啦、最大的差别啦？你有没有偶包啊？对，其实我是在小丑燕燕的时候，反而会有偶包，因为其实我想要经营，我想要维护这个角色的形象，对。但是相对来说，我在做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很快速的跟小朋友互动，就说这个是我在平常的我不一定能做得到的。对啊，比如说你这个样子，他说你谁？对，我不想跟你讲话，对不对？举例，或者是啊，我喜欢你等等。可是当你是小丑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所以他可以很嬉闹，对，就他也可以不开心，就是反正你是小丑嘛，对，我不知道你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对，有时候我们对于很多的卡通动漫或者是一些人物，我们有我们自己既定的想象，所以你也会吼，对。那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那你心情非常非常不好的时候，非常非常低落的时候，可是你等一下又要去表演美食街而走小丑燕燕的时候，会有影响吗？其实不会，因为我在做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全然投入这个角色，所以说我不会再把我平常就像可能没有，可是你12点才跟别人吵架，然后你2点要表演。其实我会很享受当下的过程，所以说其实这个情绪我会很快的就把它排解掉，反而可以让你沉淀，对不对？就说啊，心情不好，等一下变成小丑燕燕就开心了。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小丑的？我是从大学社团，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想说，想要学一个不一样的才艺，然后就去加入魔术社。是先从魔术社，所以你很会变魔术，对吧？还好，就是单纯喜欢这项才艺，然后去学，然后之后刚好偶然老师有问说，有没有人想要在爱河里面扮小丑，然后折气球？你是说哪里？高雄爱河。你是说河里面？不是，高雄爱河。刚刚老师问说有没有人想要在高雄爱河扮小丑？那边的活动当小丑，然后你就 OK。对。对，我就自告奋勇，我就想说，我想要去尝试看看。会花很多时间练习吗？其实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什么都不会，然后是老师他带着我画，然后之后才开始发现我在做这个角色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小丑燕燕这个名字，只有叫自己是小丑哥哥。然后但是在那个角色的时候，我发现我360度的时候我不会紧张，对，然后我也可以很快速的做内心的自己。你现在有紧张吗？会有点小紧张，但如果你现在化完妆，你画上阿秋都的妆，你就不会紧张了，对，有可能。如果说是在表演的话没有问题，但如果说是访谈的话，其实我容易会把这个角色我会抽不开。好，那我想要再问一个问题，今天好上有一直举手问问题。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你在当小丑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因为你一开始也是些很现变踢水，就是魔术，斗木也是间长别阿秋斗，刚开始玩摸黑。
你接触了，你就爱上了，一直到现在，你爱上它的最终原因、极致的原因是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你看你的魔术并不一定有持续，或是有些人会说啊，我大学的时候还有弹吉他。我要弹吉他，或是我要某种给下团。你讲你决定了走下去，你就到现在，你到底他让你这么迷恋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在做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很快速的可以表现自己想要呈现的角色之外，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像我去像有一次我去医院做志工，然后那时候有表演给一个妹妹看，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是在期末考。准备要考期末考了，然后我的朋友就邀请我去。那时候其实我很挣扎，我在决定说，到底要不要去？我到底是要复习文书，还是我要去，专门为这个个案的妹妹来去做服务？然后结果我最后我决定我要去医院去走这一遭，去走这一趟。然后之后我到了现场了之后，我就是折了很多气球给她，然后最后我要跟那个妹妹说我要离开喽，然后她突然不说话了。然后他就是眼睛泪汪汪的看着我，然后他不说话，但是我知道他好像是要跟我说，他希望我可以再多陪他一点，然后我就跟他做个约定，说那我们在外面见面好吗？然后他才说好。哦，对。几岁呢？他那时候几岁呢？看样子感觉只有3、4岁、4、5岁，不确定。那你跟他的约定有达成吗？没有达成，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是让小朋友让他有一个契机，可以让他可以继续支持下去，对，坚持下去。我觉得小朋友的反应是最直接的，对，没有经过包装的，没有装饰的，所以你看他很可爱耶。你跟他说要走的时候，就突然不讲话，就他就是很直接袒露他内心的需求，对，所以那一刻真的是很动容。刚刚大家有很多相片，然后非常感同音，我觉得这也是你。喜欢当小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不过挨吞啦，我猜测，我觉得燕燕会想要当小丑燕燕，也是因为我觉得人其实活在这世界上，有时候很多时刻是比较辛苦的。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但是每个人跟外面接触的方式不一样。某恐龙，一旦你变成阿丘多改世界，你会觉得你好像。尽情的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同时，好像又有一个东西可以成为你的一个保护色。对，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对，所以一旦有东西走在保护你改世界、保护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放松。所以我想基本按重视这么迷恋去做就都因为角色，因为赌该地赌，你走在动表放松，很放松的去当真正的你自己。对，然后生命地赌呢，生命里面其他难题，其他的难题交给。燕婷去面对就好了，对。然后燕婷没有办法太面对的时候，再到小丑燕燕那边去放松一下。我猜测是这样，是吧？对，是的。而且带强安阳音哦，其实你赌推翻又俺都提供走的表演，因为刚才又讲到，其实像百货公司、医院，或者是有时候一些别人的活动，走的以表演之外，其实你也可以都动都改提供，例如在外国参加比赛，什么？参加比赛，国际的比赛，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国际比赛的经验？好，我这边有去比赛过2次，那有一次是在泰国，有一次是在美国，然后其实这2次去，其实让我的感受其实非常的深刻，因为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虽然说它的规模没有像奥斯卡那么的激烈，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所有的参赛者每个人他们都很和善，然后他们看到你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去吝啬赞美，然后他会说你很可爱啊，然后他们还会去跟你分享一些表演的技巧，所以说就是会让人家感觉说，这感觉不像是一个比赛的场合，真的像交流，对，然后就是。其实明明彼此是竞争对手，但是他们会很愿意跟你分享。对，我觉得这样的感受是很好的。那你在那样的国际比赛里面，很多的参赛者都是来自各国不同的人。比如说，我觉得，比如说有泰国人，有美国人，你看到最多的大概是哪些国家的人？美国人最多啊。然后亚洲的话，就是像马来西亚，对，然后还有日本，对。哇，真的很有趣哎，所以也就像是一个聚会一样。大家在那边彼此讲，你也是，我也是这样子。好，那对你来说应该收获很大。对。从那边学习到，会有学习到不一样的表演方式，或者是不一样的其他技巧上面的学习，除了交流之外。
还有像一些服装上面的感受，然后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的服装都是用大色块去做拼装的，对，所以说其实不需要很多的色块，可能2到3种色块来去呈现你这个人的个性。所以他真的会颁什么第1名、第2名这样？有。所以你们就是现场表演，然后表演完毕之后，然后就，颁奖这样子，有奖金吗？对不起，不好意思，他没有奖金，他就是一种荣誉。对。然后我们有各种不一样的比赛，然后在这些比赛里面，你只要拿到前3名、第2名或第1名，你的奖项越多的话，它会有一个总年度的 All Around Crown，叫全能小丑王。所以是累积的。对，是累积的。哇，好棒哦！所以台湾只有你去吧？还有其他台湾的参赛者吗？其实台湾也有蛮多人有去参加的。对。所以非常有意思哈。我们讲这种台后改世界是可以就接触安用改红呀，一行都是公演的，因为就是走到现在已经10几年了。对，然后佢还有几家改跳路哈，一边走几家改跳路哈，系讲有世界是走啊，最多安用改安用改跳路哈。其实那上一啲还有乜嘅精彩嘅故事，你聊下，等下再講。东方宇宙的绕墙都你个阿秋都燕燕那种节目地图哈，就从大学时候，老师说要不要去爱河表演世界，一表演都厉害嘞，所以你决定要从事这个小丑这个行业的时候，因为我知道燕燕现在还有其他的工作，可是你在做其他工作之前，你有曾经当过全职的阿秋东吗？小丑我有做过全职的表演者过，大概多久时间？大概2年。哦，也蛮长的。对。好，所以那时候其实家人好像没有非常支持，对吧？是，因为其实意义方面是比较传统的观念啦，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小丑这个角色比较难登大雅之堂，所以说他们不希望就是跟可能亲朋好友介绍的时候说我的小朋友在做街头艺人这件事情。那时候你几岁？那个时候就是。妈妈、家人、爸爸或者什么，就还没有很想要去分享说那个时候是你什么时候的年纪？比如是大学还是？大概我大学的时候当然是学生，就没关系。但是那个时候是已经当完兵退伍了。所以是后来。对，后来的事，大概24、25岁。24、25。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蛮正常的，因为华人社会。发音嘅社會，尤其因為客家人吼，就會起到講哇，聲音所以投訴嘛，對不對？以前的觀點是這樣子，然後好像要做一個穩定的職業，從冇那大家為咗表演兩件事情，其實冇同阿秋都或是去表演，其實父母會擔心的是收入是不是沒有很穩定，然後再加上其實你剛才有講到，就有時候跳擺好傳統嘅觀念，比較傳統的觀念會覺得你剛剛說難登大雅之堂，我有安用改感高吼，現在呢？現在的話，因為現在有一份正職，然後我在做小丑表演是一份我的興趣，對興趣，那這個部分的話，他們就不排斥，他們就不排斥了，不排斥。但他們現在跟親戚朋友介紹的時候，還會說還願意講了嗎？因為你之前會說，讓親戚朋友小改時間，冇買會講哦，兩個人來去做一下，就都改4年，可是就不太會介紹。現在會願意了嗎？其實不會以這個為傲，不會覺得說這是驕傲啦，就是還是會覺得說這個角色不是一種驕傲。對。那你會想要試圖跟他們溝通嗎？我選擇改變我自己，的心態。對，是，就是其實我覺得這個角色它是在撫慰我的心，然後也是在給別人支持，所以說我覺得這個角色對我來說很重要，所以說我覺得就儘管父母他們不支持，也沒有到到非常可以跟大家很驕傲的去說自己的小孩是小丑這個角色，但是對我來說，這個角色是人生沒有辦法去做取代的。那你有跟爸爸媽媽分享說，其實小丑這個角色，其實，比如說
你还是有到医院去做服务，这件事他们知道吗？如果说是要去做志工服务的话，他们是很支持啊。对，因为大家对小丑有一些比较刻板印象的想象。那当然，它是一个表演，它是一个表演艺术。但是因为春童改发音是为起头工，我们还是希望去做点别的事。但是如果他知道你到医院去做服务，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所以严格讲起来是支持的，但是现在还是比较少开启这样的一个话题，对吧？好，没关系。我们用爱与包容，我觉得有一天一定会理解的，对不对？他们一定可以理解的。但是嘿，我觉得也算是今天很动感卡那个燕啦，因为来到这边，更加愿意就是跟观众朋友。跟到观众朋友分享这么多，还蛮内心的一个故事这样子，所以现在其实也是因为，小丑燕燕还是给你很大的动力，对，你喜欢，你知道要是我是燕燕啊，我也会很喜欢，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很喜欢，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可以帮助别人，对，然后像你刚刚举在医院的故事，对吧？那就是你会觉得哇，好像你做一件。你还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对这件事情是一个付出，就很喜乐。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当我画上把这种改世界来走阿丘都改世界，我又可以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那个过程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独处时光，对，然后又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你懂我的意思？对，是，这也是我想表达的，对，我还是第一个用熊，所以我帮他讲啦。谢谢。好，那头你改节目地图呢？台家作为健康你改应该 focus 卡拉 OK， 就是快问快答，这题目不会很难，你放轻松。好，然后就是不可以想很久，可是如果你要想很久也可以啦，但不能想5分钟哦，太久了，好吧？好，穷久嘞。好，你现在问下提一题，我问一下，长时间带妆一定很注重皮肤保养，请问，你有很注重皮肤保养吗？我以前不会，但现在会，因为其实皮肤保养，保养的好，上妆才服帖。所以妆前妆后都会。所以你可能改皮肤比还好，你皮肤比我还好。没有，真的是。我是动想猛鸡用什么保养品算的，我等下四代还在猛鸡用嘛改保养品好嘞，听一听可能看到别的小丑表演，就是你看到别的小丑表演的时候，你第一个会看他的什么？会看他的服装。服装，因为小丑表演第一个看到真的是外形的样子，对不对？我看过几改上服走到牛音好。第3题题上题，你带着小丑燕燕的妆。去做过最奇怪的事情，走过最奇怪的事情，可以吗？最奇怪，我觉得没有。对一般人来说很奇怪，可能就是我在开车，然后看到有小丑在里面开车，我觉得这很酷哎，不是穿这个鞋子吧？不是，因为这个这样子的话太危险了，这完全没有办法。那是因为你要去表演，对不对？你要先化好妆，对不对？那你常常这样做吗？对啊，是啊。所以只要你要去表演的话，一定是因为妆要化1个多小时，对吧？一定要两重，所以你挺抽还衣服也都穿好。对。OK。全部都穿好。那你在路上有没有人看你的眼神特别关注，一直看？会啊，然后就跟他打招呼就好了。对啊。你还会跟他打招呼？对。那我想问一下，你那时候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你是小丑燕燕的心情，还是燕婷？对，小丑燕燕。你是不是化完妆你就像被附身一样？是啊，是没有错。你是不是可以很大胆的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对，耍宝啊，对不对？做奇怪的表情，我的奇怪是指可爱啦、夸张。对。哇，我也想要当小丑。现在，因为俺妹就在想讲，因为东某法度走改事情，黑讲还把阿球都改装之后，我就可以乱做我说不是坏的事情，是指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你可以开车开在那个，譬如讲开在一个马路上面，突然呛风电改事件，然后你就耶这样子。对。哇，那路人应该很开心吧？就会觉得很好笑。OK， 好，再来说出一个小丑的职业病。职业病，职业病，我只会打招呼对，职业病，小丑的职业病我不会在现场卸妆，对，
我觉得合理，一定要合理，因为要不然我们对小丑燕燕会破灭啊。对，我会带妆离开。对啊，我认识你就是你，你突然卸完妆，我刚刚所有的一切都假的，对吧？绝对不要。还好还给你看到是他的表演，而不是我刚刚看到是影像的表演。对，好，最后一题，如果有一天你赌如红都斗小丑燕燕，你会对他说什么？如果有一天你走在路上遇到了小丑燕燕，你会想对他说什么？不好意思，我觉得我会跟他说谢谢。抱歉，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敏感。我觉得他陪我陪很久。我会跟他说谢谢。我觉得小丑燕燕做得很好，你也做得很好。谢谢。不好意思。不会，燕婷，你知道吗？我觉得小丑燕燕做得很好，然后我觉得那个燕婷也做得很好。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小丑燕燕必须存在的原因。你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吧？我说过，我觉得，如果跟到台高的不英雄时，我觉得其实生命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所以你在这个生命的这个狗仓地图过程里面，我觉得小丑燕燕就帮助你很多事，所以你才可以在里面得到。我不晓得，我的感觉是得到一些空间，或是得到一些喘息。对啊，所以我觉得小丑燕燕就让他一直在13岁。对。抱歉，不好意思。不会。很好，我觉得很好。燕婷，我觉得谢谢你来参加这个节目，然后也谢谢你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感觉是，其实从你一进到这个摄影棚，我就先认识了燕婷，然后也从你这边知道了你跟小丑燕燕的关系很好，这样子。我觉得你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很多内心的这个故事，我自己觉得还是该跟他讲我觉得生命当中真的有很多的苦难，我觉得外面的人不一定知道。对，然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要去面对的课题。有时候我们面对的课题，在外人的眼中不一定是真的很苦难的事情。有些人会觉得说那又没有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在意？但是每个人在意的事情跟投入力量的事情是不一样。当你在某个层次投入很多的力量的时候，很多的努力的时候，是别人不知道的，你只有你自己内心知道。我觉得小丑燕燕就是帮你 cover， 他帮你保护跟照顾很多那一块你内心很脆弱的地方。对啊，所以今天很谢谢你来。谢谢。不好意思，你不要担心，小丑燕燕真的都知道。好哟，希望下次有机会你再来我这边跟我们分享其他的故事。没问题。好哟，那是不是要跟燕婷说谢谢？谢谢。也跟小丑燕燕说谢谢。好，你所有感兴趣朋友咧，也是今晡日。小丑燕燕嘅故事，希望咧大家做啲多記自己嘅表演，啊，自己嘅故事。大家人嘅人生都有自己會面對嘅課題，希望大家咧都做啲平安、然後快樂，生有年咯，大家聽嚟做人同咧。เรา將大家來到福喜來嚟嘅民宿傾集，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落兩個影片傾集分享出去俾大家哦。